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台湾沙板用车的产出世界第一，在行政院核定的六大新型产业当中，咪系重点爱用车的5种。马总统还讲，民国102年沙板产出爱增加几倍。事实上，两岸相通，当然恶化过后，35运输船的生意还过好诶。不过，我们沙板外销将美73国家，有10种喺大陆、香港也都华人市场，有乜嘅看唔到嘅风险么？沙板产业又要用嚟增加几倍呢？来看中央署陈清伟嘅晨图报道。对田党各款讲下，一打一打的五文无变无损，也特别对屏东东港、林边一切到嘉东的海巡用车五文，对屏东双北到高雄、台南的海巡沙板用车也系热门新兴的产业。我哋一年屏东县主要用嘅地方对也要帮了嗰個嘉東、嗰個林邊、嗰個東港也要人可以帶主要都係我哋用嘅地方。哎呀，用嘅5種地方呢主要也係以石板冇到兩檔石板為主啦你去我哋統計嘅地方人士算方來嘅結果呢差唔多一年有100億嘅產出台灣石板養殖的歷史是蠻早的啦從早期60幾年，它都已經從那個進口野生苗來進行養殖了那陸陸續續開始有人工繁殖。那我們整個生產的集中地點是在屏東跟那個高雄。也喺台南北門的用車唔同，對外觀實在看唔出佢用乜嘅，尤其係一國家5種一大條。也特別係也台灣100的沙板魚產地，就統計全球也沙板魚的產量，中國大陸佔58%，台灣17%，東南亞國家24%，其他國家還冇1%。台灣雖然產量同大陸比唔得，不過產出卻係全球第一。台灣現在產值第2，但是產量第2，但是產值第1的話，就是因為我們石斑魚苗跟龍膽石斑的魚苗呢，它現在繁殖的話呢，是佔一個很大的產值。面攞到5分地圖為5仔嘅，1年200，也係另啱嘅時節，亦喺5龍外表看落唔單嘅，不過但係5龍地圖有幾千米兩擔沙板嘅5仔嘅，減20龍價值千少400萬新台幣。係講在學太米的位，佢最對1000萬元開始算，5仔嘅生產創造出台灣沙板產出的生態利益。在生產面的話呢，獲利率跟生產面的話呢，是在前面賣魚苗的他們可能獲利率比較高，跟後面的部分這2個部分的話呢，它可能高。那中間在生產這個部分呢，那些漁民的辛苦，有可能他投資風險會比較高一點，它的獲利比例可能會比較少，但是它是一個最大部分的人員。光魚苗的資本的成本就是1斤就要80幾塊到100多塊，所以這平均可能是100塊。飼料成本就是要每台斤就要80塊，還有電費成本可能要10塊以上，還有人工成本、資金成本，還有雜質。一定要上200以上。這2寸這樣子。2寸。一尾它這樣大，80塊。對。台灣沙板用車體系，台南主要用5仔嘅，高雄用車15，屏東係中同15嘅用車區，也一般講完全用車嘅專業分工。因為沙板對千頭前做種上輪，學做拍攝。中間的村到7米的生用車，差唔多超到7片嘅地攤做5仔嘅。
事实上，石斑鱼现在最大问题就是，大家所了解的这体宅啊，鱼苗阶段呢，它得到一个叫做神经坏死病毒。那这个病毒得到的话，大概全部的鱼苗都会死掉。OK， 那这个病毒的来源呢？因为我们台湾的水都污染的。这个病毒目前我们业者所遇到就是说，比如说我已经中病毒，那么我就要养3层，3层刚好成本。如果说你一个小户的话，我只有3个池子，我全部养下去只有3层，那怎么办？这等于我这一年就无赚钱。你之前这个有起来养过吗？也许8.4，那还有。你无加什么物件吗？和台南市动物保护处的检验师伫度，处理师详细图做切片，检验5年送过来的片鱼，看哪系咪得到神经坏死片头的。他们送来目的是希望，不是病毒性的疾病，那有其他的问题，然后我们可以跟他们讲，然后让他们可以处理。那有办法治愈吗？因为像寄生虫疾病或什么，其实养的就是跟它的水质有关系啊。那如果说通常有这些细菌性或寄生虫性的话，就是它的水质的问题。那他们会顺便给他们带水来做检测。处理师对渔民讲，石斑唔知影得到乜个切片，同室外养殖的环境同水质严重影响唔知嘅生存率。台南室外石斑唔知嘅养殖唔同，大体做的本做饲料唔同同放养唔同。简单来讲，饲料做一种水土的肥油微生物。这个是鱼啊，要加饵料啊。石大哥，你说这个饵料的重要性是什么？饵料的重要性就是，那鱼啊，它就吃这个了，它如果没有东西可以吃的话，鱼就会死掉。生命的几率是相当高了但是有时候如果你的环境好的话，应该有时候还可以说稍微把这个病虫害给降低了。养殖渔民讲的是传统室外养殖方式，为了严格控制养殖的条件，提高鱼仔的生存率，学界同研究完全室内养殖。台南的生态因正按样下去的国际第一座室内无片托石斑鱼仔的养殖场。传统学石斑鱼的方式咯，人家伫头摆学头脑摆，不过人家看到的方式呢，迄学头不卡地度。因为也石斑鱼的当到片上海问题啊，也最近对传统的方式也慢慢进步到用物地度、用科技化的方式来学石斑呢。水产养殖是一个逐渐从传统经验式的，渐渐走向科技化的工业化的生产的阶段。那国际都在追求这个变化。OK， 那我们就选择石斑鱼，怎么把传统的石斑鱼的养殖变成科技化养殖？这整个系统的构造就是我们成大做的事情。也生态同牧羊神奇三好合作，同生态教研的室内养殖场由水产实验室一做防护伞、细海的，完全隔绝外界感染。我们在这个一个好的一个渔场管理，其实有几个要素。第一个是操作的方式，第二个是疾病的预防。那为什么要进行这像我们这样子全身这样做一个保护，就是要进行疾病的预防，因为我们不知道访客，甚至是参观者。或者是操作的人员，他曾经接触过这样什么样可能性病人？台湾石斑鱼产业一向越好讲紧，不过看那头摆啲嘅，民国70年代，台湾是喺草下王国，养殖面积行较大，不过长短几年，当家就冇落踢。三港学界都希望彻底解决片头问题，唔把安样事情过一摆发生。从过去台湾养殖历史来看，草虾从极度兴盛在快速的一个消失，那当然也是病毒的在作祟了。那现在石斑鱼，现在病毒都是集中在2个病毒啊。我一直在讲说，石斑鱼养殖被对2只病毒掐制脖子啊，都发生在那个鱼苗的阶段啊。从草虾开始，从白虾到斑节虾到九孔，甚至到现在的石斑，都是养殖3、4年以后就产生很严重的病害。那我们觉得台湾的养殖业的一个模式就是有病害，养不成功就找新的品种。那我们觉得这样是不太对的。我觉得科学家就应该深入了解问题，彻底解决它的问题，而使一个产业能够永续经营。不过，室内养殖有家嘅期限，生产的规模唔大，成本又挺高，改善室外养殖的环境，一项正係根本解决的办法。
就我们最主要的努力方向，就是在于把它从小规模的量产，变成一个具经济规模的一个生产模式，配合这个现在成大所研发的这些标准的流程，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说规划生产，甚至呢跳脱以往的经济模式，我们可以接单生产。事实上，养殖环境在台湾9%都是在室外的啦，室内大概比较少啦哈。但是我们现在养殖环境改善，我们现在是政府单位是投资了蛮多经费在改善养殖环境。所谓养殖环境，就是说它的供水，供水来源要提供很干净的海水来。行较重要的是养殖业嘅认为，一般讲嘅生存率应当控制到一个标准出嘅范围地度，利用资源嘅淘汰，留下来嘅石板鱼会上到行较好。因为我们一个硬碗300克的那个石斑鱼苗银卵，它可以孵化100多万尾啊！如果每一尾的话都成功的话呢，不要说成功，就是有一半的成功率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石斑鱼苗会变成像树木鱼苗一样啊。疫苗研发成功那么可能这个量一养出来会不会跌价？这个都不用怕。因为香港跟大陆所要的石斑鱼，不是只有台湾养的青斑跟龙胆，在香港已经有这一个市场的有10几种石斑鱼的种类，那么我们台湾养的最多的是，坦白讲，是106种食用的石斑鱼里面是最便宜的一种。我家都没了，整个都淹掉。我们全部的东西都在这边，一夕之间就什么都没有了。希望搁伫这个环境，从这个地方跌倒的，搁这个所在爬起来。也係假動唔穩，同800風采過後當出現嘅肥貨，也特別頭幾年前，實係台灣嘅面向之一，也係台灣石板生養殖面積青苔身體。我們本來這個地區是在種水稻，而且還第2級水稻還做擬作物啦。因為當初我們還沒有做魚塭魚的時候，已經被水淹到連水稻都不能種，才去做魚塭的。我們這邊的石斑魚養殖因為在整個台灣的話，可能產值要佔大概1半。那麼當時財產攏留了，就要甲漁會貸款。那甲漁會貸款了後呢？貸款了後，已經差不多價錢攏差不多伫迄個1年啦。1年，咱的魚仔放的運化修理好，創好勢咧，甲放落去，到目前是差不多半年以上爾。800風災以後咱的家動也天氣向魚嘅順勢改態尤其嘅魚本嘅變黑咧亦都人講人鹽奶亦都全部都進入來，根本冇辦法向魚啦參嘅量人來都人講當時嘅安參嘅情況咧也係已經太改善啦迄當時有差唔多有400公頃嘅魚本呢清鹽倉睇也家動天氣，也係呢福建差唔多有95%啦台灣嘅養殖面當為適應環境，恢復到當家，我對政府喊出嘅口號石板批准，養殖戶三無按樂觀。日咧石板賣太弱啊，雖然好價，唔過飼料4萬6貴希望上政府來提看有發土這日咧飼料成本肉日咧飼料來個大冇飼到本人嘅屬魚嘅日咧屬石板嘅有新鮮來。也都向嘅人咧因為當然都希望講有各種嘅知識來幫助佢哋啦譬如講貸款嘅問題啦無如講也要用嚟提呢天數來補助也要檢驗費嘅問題啦無如講也要人工收入無如講也要飼料迄咪講有個相對位還是用乜嘅方式來比呢降低成本也部分都用人哋反映啦我哋地方政府會參與也部分咧來協助佢哋。馬總統講的是講要迄個石斑魚倍增你也無錢啦，該飼石斑魚啦，成本這唔重，是有嘅含該飼的唔該飼既然甲飼咧，貸款要收錢啊。 ，誒
无钱通去行银行要安怎样？阮甲这永济渔民来向政府会当佮咱帮忙贷款，看会当顺延一个咧。那政府大力杀这个讲可以运搬船来通过，这个是足好的。开放可以运输船了，来去签一个款，带咱台湾的市场版的业者，偌济有利，你知无？反映输出沙板批准，也係政府提出來的政策，對兩岸開放3通黨的惡化過後，列作做數清單的沙板5產業，業界講就像打通的印度兩馬，駕駛同產量都好。不過地方政府的態度係希望保守來看惡化帶來的效益。整個石斑魚來講的話，它屬於一個高價的魚種啊。我們主要的消費市場是在大陸跟香港啊。那起初因為兩岸關係還沒有這麼和解的狀況下，大概只能銷往香港了。那最近從去年開始，5月開始，我們開放了兩岸直航的港口啊，陸陸續續現在已經開放15港口，它現在整個外銷都是往大陸這邊來集中。對我們石斑魚的產業。有簽一個法跟沒有簽一個法相差在哪裡？今天你台灣的政府你開放說活魚運輸船合法化沒有用的，你到對方去還是抓。好，今天大陸他承認一個法石斑魚早收清單，他已經承認哎你台灣的石斑魚可以進來我大陸，啊，所以我們現在我們講說一路通。那我並不是批評 A 克法哦，是不要把這個事情 A 克法，因為 A 克法還待驗證。A 克法已經是貿易正常化，我們肯定這個部分。可是它究竟為台灣的養殖帶來多大的好處？3年再評估，不必那麼急。山體大規模市場，外銷比重又按高，兼且遇到天災、政治因素，也係產銷冇頻繁，係沒有乜嘅看唔到危險哦。事實上，我們現在的石斑完全靠外銷。大陸跟香港這樣子的話呢，是一個很危險的那個狀況。就是說，如果哪一天刮風天災的話，也可能影響我們的出口嘛，或者是大陸那邊有一些政變，或者是他們有一些政府的政策的話有改變，我們都有可能會造成我們滯銷。我們應當都要找販肉率比較好的魚種，而不是只有單獨一個石斑。單獨一個石斑，如果從台南一直到高雄、屏東都是大量面積石斑，一旦感染病毒，全部都毀掉了，是不是？所以我站在保護漁民的立場，我希望分散。17項石斑唔出的外銷，政府也要鼓勵擴大內銷市場來分散風險。本來石斑魚整個一個消費市場都是傳統上都是集中在香港。那當然，我們以一個政府機關的角度來看的話，我們希望分散市場譬如國內的市場的開發也是蠻重要的了哈。前年的美食展，我們就已經在推廣石斑魚的這個料理。那今年的美食展，我們正大力的在推銷這個石斑魚的料理。台灣美食熊讚，非常的精彩啊！非常謝謝各位。今年的台灣美食展來看人無停過，對創業風卻兩擔5扣，70班5色，同香酥5米2擔石斑派，到傳統家常嘅石斑唔同同真石斑，內市漸漸嘅撐起基本消費市場。一擺其實都係我哋同樣台灣自家生產嘅香港人嘅龍膽石斑魚嘛，我哋用不同嘅幾種做料理嘅方式，比如講有泰國式嘅、台灣式嘅，個有還有比如說川菜菜系，個還有異國風味。大哥，這是什麼斑？金槍斑。學表兩5分，炎炎的山可能以食材當家，也到底家當客兼台灣米嘅。台灣的石斑大王戴坤才，使嘅幾千萬元去室內廠學國家當金斑，用同樣飼料、同樣學嘅時間，槍斑已經賣200元，當金斑已經賣到1800元。佢按算起廠經費1年就數賺來嘅。台灣優勢係比東南亞客兼香港。坦白講，我們那個室內場是今天是你們第一家這一個讓你們拍。東星斑在香港、大陸這個市場，好像我們的股票一個股王一樣，
今天坦白讲，东星斑现在完全是靠野生的，啊，现在最大的供应国家就是菲律宾跟这个澳洲 Cairns 那边。如果说那边有问题，这个量没有来，香港今天大陆间马上起价，哦，所以它是一个股票王啊，股王啊。我们整个一个倍增计划哈是不能押宝在这个东星斑或者是这个苏媚鱼这个身上了，我们整个押宝还是要压在我们一般小龙小鱼养的这个青斑啦、龙胆石斑这个上面，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说要改善这个养殖环境，来扩充这个养殖面积啦。哦，现在养殖面积慢慢往北移了哈，这个养殖面积出来了，产量才会出来。虽然亚太六产量体验，不过面对竞争，台湾养殖业者动有信心，因为两岸产业投比，台湾抢350老泰六比也大。今天石斑鱼为什么会早收清单？大陆的官员也不是傻瓜。啊，为什么呢？啊，大陆虽然它人口多，它的沿海线很长，它能养石斑鱼的地方不多，石斑鱼在15度以下就会死，所以最稳定的地方就是在屏东，我们这个地区，所以这个石斑鱼这个产值是受到环境的影响。面对海洋资源越来越少，全世界对养殖渔业重视，台湾要克服环境因素呢？甚至同渔业法之外，还没有另外催生养殖渔业法来确保台湾同养殖渔业生产良性无呢？一条做石斑批准之外，还有蛮卡整的问题。